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嘿，欢迎大家来。Hello，嘿，阿苏晚安，阿酸晚安。听讲恁拢有食暗顿食饱，嘿，阿杰晚安，阿杰敢食饱？啊无，阿杰食会胃疼对无？冠生头拄仔食迄个，今日食肉燥饭，食较简单的。好，安尼咱今仔日，顶摆咱算即个 game 的时阵，咱到迄个新的岛屿来探险对无？嘿，今仔日咱来继续，看卖岛屿会有啥物新的物件。安尼，咱来继续。你讲会使掠鱼呢？好，咱来看卖。对，即马咧挽金蕉啦。来看卖，毋知影即个岛屿顶悬，甲迄个咱原底迄个所在资源，可能会差足济啊。好，这敢若是插头尔。咱应该嘛是会使甲一寡物件卖掉。好，我已经毋知影我即摆咧创啥。Sandstone， 这都是石头哦，山岩，意思讲甲石头迄个用途是相共的。Mercury 晚安，YU 晚安，嘿，欢迎两位敢食饱？好，我毋知影我即摆佫会当创啥，无我着甲一寡物件卖掉。咱来继续抽新的牌啊吼，无嘛毋知会当创啥。OK， 佫有插头啊 ，rope 会使做绳啊 ，sloop 货船啊，货船，载货船就对。哈，律心暗安，那有要甲啥物人卖掉？甲你卖掉啊？无啦，无要甲人卖掉。我头拄仔是甲迄个啥物猫仔一只鱼，哈，猫仔一只鱼，啥物叫做猫仔一只鱼？这会使食这会使食，伊会使食酒，伊食酒会饱的意思。食酒阁真饱呢。好，欢喜的呵。无 catch 是掠，迄是掠鱼 ，catch a fish。律师卖偌济哦。你若是感觉你饲的蛙，你会使直接甲伊炸转去厝里，袂要紧，非得。咱嘛毋是讲足需要这可能这拍一头拍伤久会歹去呢。好，咱继续讲迄个掠一只鱼 ，catch 是掠 ，cat 是猫啊，迄无共。哇，这会歹去呢，救命！好，继续抽牌啊。律心卖偌济？律心，你若是感觉你饲的蛙，你会使直接炸转去，炸转去豆仔饲袂要紧。毋过，你若准你感觉吼，你无法度饲律心饲互饱，你嘛会使买迄个律心的朋友，好无？
无庙公会感谢你呢，你安尼是替庙公省钱。嘿，庙公袂甲你刣死啦，庙公应该爱感谢你才对。啊，毋过著爱看陆心敢有想要对你走哦。哦，若阵陆心感觉你无法度互伊食互饱吼，伊可能都袂接受啊。哦，所以陆心你感觉啥款？毋知影敢钓？伊钓一只鱼钓遮久呢？好啊，有啊。啊，我搁爱甲伊相拍。好，我爱甲伊相拍。啊，因为我即摆啊，因为伊即摆有食酒嘛，伊即摆拍伊袂着啊，系啊，啊好，佫会当安尼 ，OK， 好，安尼就一块鱼吧吼 ，make a rope， 啊，我就无迄个呢，好，安尼看起来是爱甲一寡物件卖掉才有法度啊，ideas， 哦，这拢是新的，好。继续买吼。我足惊伊会枵死，而且伊物件我都囥足久，可能这倒数顶悬日头足晒。困觉啊。Sand, flint, banana tree。啊，遮敢有土哦？无好，安尼我咧想吼，咱可能需要想办法转来一抓。无小等，食袂饱，就知死啊！咱应该，遮爱足久才有土，安尼真正是应该爱。好，安尼我应该爱先做迄个，伊头拄仔有讲即个 stove 嘛，火准。安尼我应该爱先制作一只火准，安尼才会当转去载食物。啊，毋过伊讲这材料内底需要 sale， 啊，我无 sale 呢。加载伊足巧，伊知影爱先甲迄个无迄个较无遐青先食去，安尼好。无我足惊等下所有物件拢歹去，拢毋免食。好，咱需要一个生迄个鱼仔是我的好朋友，鱼仔毋过我甲刣死安尼。鱼仔应该嘛袂当晒伤久对无？毋过伊无即个符号呢。敢讲鱼仔是会直接晒做鱼干？若做伊直接晒做鱼干，安尼嘛袂歹。我想看卖sale， 要毋知影 sale 是啥，毋过应该继续买即包，应该都爱甲我讲吼，应该都起毋对。好，对呢，我会当需要的时阵才甲巧。对呢，我哪会捌想过 ？Flint sale OK 好，我需要扫啊，安尼我先爱有迄个无要紧，先食紧少Flint， 先暂时应该无需要。Seaweed, fish trap。这嘛需要扫啊呢，逐项拢爱扫啊。逐项拢爱扫啊，安尼较麻烦。
哦，这是会当煮菜呢。啊，敢会坑进？哦，到底会变做啥？sushi，真明显是 sushi 啊！我有摇到，哦，运气好吼，直接捡到这小蛋要做迄个小蛋要做货船的材料。好，已经毋知影会当起啥物货。咱欠钱吼，咱需要钱，所以咱先着海外 fancy food。着我知影船会使甲物件载转去，啊，毋过我着想讲，我想要直接为厝呢载我食面转来，安尼着免惊枵，所以我才想讲，看敢会当赶紧来做一条船吼。Sandstone 头拄仔有做出来。哦 ，snake poison， 这会使解蛇毒，所以即个岛屿有蛇。即个岛屿顶悬有蛇，知影？好，继续趁钱，猛趁。啊，有啊，有 cotton 啊，嘛有鱼啊。无好，先，无味，安尼无味。系啊，真紧就无味通藏物件。啊 ，cotton rope。OK， 食饭咯。喂，sushi 无食，sushi 遐好食呢。这爱卖掉，佮有啥物货？佮爱卖3项，这暂时应该用袂着。这我嘛感觉暂时应该用袂着啦。佮有啥物？无咱着牺牲一块插头好啊。好。需要新的饭啊。咱来抽，伊无甲我讲 sale 要安怎做，对无 ？sale 啊，有 fabric 纤维需要4块棉啊，安尼我需要做者棉啊呢，安尼我应该着爱继续来抽迄个，我继续来抽即包嘛，好。棉啊，我需要棉啊。Banana tree， OK。做这鱼，嘛袂歹啦。OK， 我想看卖啊，咱先来采棉啊，好啊。这嘛无需要，袂掉。嘿，这会使塔做伙嘛。好，我需要一块纤维，一条绳啊，佮有人，好，纤维，刷来。好啦，想看卖。嘛无俗，会使卖5块。
好，思考一下，安尼我阁需要一张，有啊，一张面啊，这敢算是树，或者就是哇，足欠面啊嘛。来继续猜。sail 加两块 plank。OK。来，有迄较大只的船就会使载人啊，对无？我就会使载搁较侪人来遮。哦 ，sail， 哦 ，sail 是咧讲迄个篷啊。哈哈 ，OK， 刷来咱需要茶帮，需要两块茶帮，安尼即摆有一块，搁欠一块。哦，爱有够久，奇怪，原底敢有遮久？还是伫即个岛屿，还是伫即个岛屿较热，所以爱等伊较久的意思。好，食饭。哇，安尼足侪物件爱卖掉呢。哦，感觉足无彩。好啦，这卖掉，这好，留两块金蕉，其实嘛毋免吼，等下才来收挂就好啊。安尼卖掉，这袂使卖，嘿嘿。其实这会使卖呢，飞得等下就有大船啊。好，咱这嘛卖掉。好，煞来个牺牲一个，无就牺牲这好啊。飞得小等会使倒去载插头过来嘛，所以其实无要紧。好，毋过我惊讲伊小等巴肚枵，先互伊去收金蕉，才来继续做才来继续做船。金蕉1号，金蕉2号，对呢，我即摆嘛有做这题，会使炸转来起仓库，对，应该加足方便。啊，佮炸一个人转来，哦，咱就会使伫岛屿生囝，伫岛屿生囝。袂歹，安尼咱就有两个基地，咱就变做有两个所在会当发展的意思。即摆8箍，毋知影买啥。无凊彩，敢有拄着狗？敢有拄过狗？伫迄个卫食店有一只，伊即摆搁咧开台，毋过，毋过，我要讲啥？伫迄个伫 Slacklands 内底枵无？好，咱就会使转去啊。Are you sure want to travel back？ 哦，要转去就爱先食饭，好，安尼小等才来。狗嘛是我的好朋友，你是讲卫食店迄只哦？好啦，我知影毋是。狗嘛会使食哦？你的意思是讲狗嘛是需要的时阵才刣哦，才沾饮？哦，拢是啥物意思？卫食店迄只应该是袂食质啊。冷静，港菇狗，哦，港菇狗 ，OK。哦，会使替你做代志的意思嘛？
安尼叫做工具狗。哇，金死死的金石树啊！哦，啊，毋过0箍就是0箍。OK， 请伊食金石，伊就替你做代志。啊，若无食，伊就无甲你好啊你。抽抽咧，哇，我有做只金石树呢。好，继续抽，继续抽。哦，拄着啊，狗，拄着狗啊。所以我会使请伊食金石，伊就会变哦，受教的狗，受教师的狗。OK， 安尼你家己去挽金石，哦会使呢。好，家己的金石家己挽。哦，安尼哦，要抬狗一定爱甲抬死，无伊会倒来找你的意思。哦，嘛对，就有人讲狗是甲人类较活的动物嘛，所以，所以人死会变做鬼，狗可能嘛是，安尼讲就真有道理嘛。安尼我其实会使带狗转去对吧？哦，好，安尼一个月结束，伊就变做普通的狗，原来是安尼。对啊，听讲打狗的狗有够歹呢，听讲有够恐怖，因个会家己开迄个，就是咱乌多摆有迄个放物件的迄个箱啊，乌多摆的迄个你坐迄个所在，听讲伫打狗的迄个狗动物园遐，敢是动物园？迄个寿山嘛，遐个狗会直接会刹你的机车哦，会想要甲你的迄个机车放物件的所在直接甲拍开，有够恐怖的。耶，转来啊，船伫遮，嘿嘿 ，nice。我即摆有够好囝啦。对，我即摆的困扰应该就是钱伤济嘛，对无？对，无毋对。好，咱看卖炸啥物件转去。我一摆会使载10张牌啊吼，所以无恁规气拢对我来好。拍火石，好，拍火石有啊。头拄仔有，其实头拄仔一直有抽到，啊，毋过我拢甲等遐角，因为我想讲飞伫遮就有嘛。这袂使载嘛，所以咱敢若会当家己炸一块。会使烘鱼啊，所以我头拄仔食的是青。好，啊，毋过我袂记得咱是需要即个 camp 嘛，萤火，所以咱萤火的材料campfire 需要一支树蛙，加一个 flint， 加一个拍火石。好，咱阁有需要啥？金石敢会当种伫迄个 farm 内底啊？应该会使吼。毋过安尼需要soil，安尼咱来抽。安尼咱来抽迄个土壤。啥物无？钱上济？无啦。即包有吼，即包有土壤。即包敢嘛有？即包嘛有。回去抽一个土壤。铁甲铁，阁有铁甲土，铁爱足济，安尼我了解。无啦，咱规气伫遐起一个迄个啊，毋是有迄个乌铁的，迄号做铁矿嘛？铁矿安怎做？袂记得，小等才来看。
无咱规气甲材料拢炸转去，要起声就有声嘛，安尼应该足方便的。粪扫足济，我别等。哈哈，物件太济了。对，真正是咧搬厝啊啦！即个所在吼，对我来讲已经，毋是讲无重要。即个所在已经，有图。好，咱想看觅哦。咱直接伫遐起铁矿，所以咱需要先知影铁矿安怎起。Building 对无 ？Iron mine。哦，爱两块拍火石，所以咱安尼加起来，总共需要3块，3块。好，你继续学吼，继续学。啊，这图啊无介重要。对啊，直接搬过较方便啊！我著想讲，直接搬过就好。我较无良心吼，这敢袂使炸？袂使。好，安尼你无价值啦，再会，图啊再会。啊是规气我嘛用抽的，拍火石我嘛会使用抽的，就免遐麻烦。搬厝，来搬厝。soil 土伫遮嘛，啊两块拍火石，搁欠一块。稍等哦，两块拍火石。啊，一个插头。我已经开始舞袂清楚。食米莫炸。啊，我知啦，我嘛免一抓就搬好了嘛，或者一抓嘛，敢若会使载10个物件。这嘛，这袂使炸。好，咱来抽拍火石。我需要拍火石，赶紧互我拍火石，拜托。对啊，这内底有嘛 ？Flint， 无，这内底无。这内底无。好 ，Flint， 遮有啦，遮有。无要紧吼。啥物物件无？钱上济。小可问题啦。搁抽到搁抽毋着好无要紧，搁抽到有啊。紧互我紧。无要紧，我想讲，今朝应该会使种伫土内底嘛，我着直接炸土过去就好啊。敢对？Flint 有啊，安尼有够啊。好，安尼咱搁爱炸啥？好，咱整理一下。首先啥物？奥体的嘛，咱奥体需要迄个铁矿，铁矿有两块，拍火石，插头、石头，插头遐有，无要紧，家己。安尼咱是毋是应该直接伫遐起迄个拿场甲迄个采石场啊？其实爱着无？所以咱需要4块插头，4块插头，4块石头。好，头拄仔拢袂去啊。好，安尼，请大家开始学。nice。无介巧。无要紧。大家紧学，拜托。
食物嘛，袂记得知。好，等下嘛爱起一个 farm 伫遐较方便。好，安尼有啊，安尼有啊。安尼咱就先炸遮的物件，先炸遮的。啊，敢要换一个人去，换法师去，嘿，换魔法师去。好，啊是安怎啊袂当？奇怪 ，carry 10 cards， 安尼高张对啊。安尼要安怎载？哦，安尼哦，袂当上船是安怎？哦，这袂使炸，啊是讲安尼算3张？毋是啊，所以土袂使炸啊，阁有即种代志。好，无要紧，先炸遮物件过去好啊。啊，安尼阁有一个位，毋知影要炸啥物，无着炸一支零件，零件。咱来 sell off， 摕后一抓好啊。毋过是安怎土壤袂使炸？好，安尼咱先加，先起即2项，咱敢食会饱？食会饱好。原来是迄个，因为莫破坏环境。好，搞倒3工，多谢搞，来搞来，无，伊甲伊相拍伊会死。搞来掠鱼，好，搞掠鱼。无啦，搞你来起这啦。嘿，赞。好，魔法师来掠鱼。对呢，船内底嘛有做者奇奇怪怪，可能会秘鸟鼠，还是会秘啥物？迄个做啥？还是会秘家纸，还是啥物货，拢有可能。安尼这嘛无需要呢。好啊，安尼会使后一抓。来，后一抓。哇，你甲金蕉拢食去，安尼是要？好，无要紧。好，欢迎转来。安尼咱来载，现怎袂使载土？有炸铁。对，咱需要 flint， 咱需要拍火石啦。1、2、3、4、5，拍火石。对啊，真正袂当炸土呢，有够过分呢。有土伊就无互我，有土就袂使。也是因为这算是 buildings 的一种，敢是因为这算是 buildings， 所以无互我炸。新的岛屿敢无土，即马还无呢，所以我其实足困扰的。好，无要紧，或者咱3个人好啊，请3个人过。好，安尼应该需要的物件拢有啊。来，以后才有。
哎，好好好，无要紧啦。上无咱即马人敢会伤济，可能有淡薄仔伤济。无咱先来做仓库。我会记得仓库是，记毋着，好是石头甲铁。夏夜暗安，夏夜暗安，欢迎你来。即马咧新的岛屿生存，无金蕉啊，无金蕉，安尼咱就爱买一包啊。哦哦，Seagull 海鸟，有诶海鸟足歹诶。咱三个人拍一只海鸟好啊。恁先拍，我来抽一包。无图哪会生金蕉？伊诶金蕉是，迄个做啥？伊诶金蕉，伊诶金蕉是直接你会使伫牌仔包内底抽着金蕉树啊，威胁慢诶，是安尼。来，恁去甲鱼相拍，应该袂拍输啦。好，恁豆豆拍。好，赢火，无恁先无用，来做代志。Iron Mine 需要石头、插头，两块拍火石。咱的 campfire 需要树尾。炸毋对，炸着铁矿，炸的毋是铁。好，一声好啊，无要紧。哪会无赢火？伊爱 stick 甲 flint， 安尼才有。好，来，搞来斗相共。好，即摆鱼足济吼。咱需要铁矿嘛？铁矿就是，铁矿需要有石头。铁矿，为石头内底出来，迄是孙悟空，迄毋是一般的狗吼。迄有着无共。迄个狗你可能拍袂赢，伊可能嘛袂听伊可能嘛袂听你的话。迄甲一般的无共款。我来啉一下水吼，大家歹势。啥物号做隔壁有一个假的惯性？啥物意思？五星搁咧创啥？好，我看一个五星的台，你安尼讲我会烦恼。过客暗安，欢迎你来。过客，你头拄仔咧看伊的台是？假的惯性敢是单律心？无要紧，拢安尼。无啦，讲笑啦。我小等食奉上了，我才来看卖伊学了敢有成。若准无成，若准无成嘛袂安怎？鱼应该毋免遐早就刣吼，我煞袂记一啦。好。害我鱼应该爱留咧。等迄个枵的时阵才刣吼，煞袂记日。好，非得已经发生啊，嘛无法度安怎？好，咱继续。我错过啥物？石头，
哈，无洗身躯，迄一听就知影是陈如心啊！伊逐工拢无咧洗身躯吼，啥物意思？无要紧哦，陈如心，你搁继续安尼，我其实嘛袂安怎。无要紧啊。等下才来找伊算数啦，等下才来找伊算数哦。哈，陈如心，唉，好，无要紧，咱继续抽牌啊。哦，免去要伊，一寡奇奇怪怪的人吼。好啦，我即摆佫需要迄个佫较济 flint 啊，安尼是毋是该使船转去啊？应该爱哦。好，使船转去咯。哇，到底咧创啥？那会食遐济哦？青敢若会使补一架啊 ？OK。你今日早是运气无好是安怎？敢有发生啥物代志？是安怎运气无好啊？哦，对，你有讲，你迄个车是毋是后壁互弄着？敢是即阵代志啊？人有平安无？人应该有平安吼。Composter， 哦，佫有遮济成就。车无电哦，你驶的是迄个食电的车哦。哦，迄敢有较，迄应该有较环保啊，迄敢有较省啊。我做好现的呢，因为我无驶过。迄敢有比迄个食汽油的较俗？就是迄个纳迄个电的钱，敢有比油钱较俗啊？啊是其实已经毋是食电的车，是电瓶无电啊！哦，安尼应该足麻烦的吼。稍等哦，我袂记得我要创啥。对啊，我想讲 Tesla 有够贵呢。你使 Tesla 你无简单，我原底是安尼想。哇，300万哦，因为我袂晓驶车，所以我就直接无去研究迄个介绍。规定我都袂晓驶，我是安怎要看介绍呢？对啊，我想讲你无简单呢。哦，原来毋是。我敢若知影以前若是迄个，毋是以前，我敢若知影，你若是伫路面驶到一半，你电瓶无电的时阵，你会使找别个车来甲你救。详细要安怎救，我都毋知影。好，头拄仔讲要创啥？头拄仔讲要啊。咱想要去，袂记你去啥物？哦，生囝？无，今仔日无要生，无。即摆人伤济，毋免阁生啊。咱对，咱需要迄个啦。咱需要甲铁矿用做迄个铁条的迄个炉，迄个烘炉，迄号做 smelter， 所以咱需要2个拍火石啊，2块砖仔角，
一个茶帮，庄仔角，庄仔角有啊，茶帮，茶帮即马无，咱若需要茶帮，咱就爱，伊伫倒位啊？好，毋知，无要紧，凊彩叫一个人来做。啊，毋免啦，遮有啦。啊，搁爱两个迄个，嘿，就是迄个。哈，咁真正就是直接报废，会使直接安尼哦。也是因为迄收嘛爱足侪钱，敢是迄修理嘛足贵。哇！哦，所以伊是互弄甲伤凄惨，安尼嘛是真严重呢。无啊，迄敢对方敢毋免赔？哦，20外档无怪啦，无怪。确实，若是遐久，可能有个人就直接换一台。毋过嘛是应该可能会伤心呢。迄凡事有感情啊，所以所以是毋知影啥物时阵安尼都找无人啊。对，安尼应该找无人来赔啊，原来是安尼。好啦，人平安上要紧啦。即摆要找拍火石煞找无，奇怪，我敢有抽毋着包？无毋对啊，对啊，甲人弄着，无要甲人负责，安尼，袂使安尼呢。人咧弄，天咧看，唉，辛苦啊，辛苦啊。总算抽到头一个，哇！迄听起来，真正是家在人无伫顶面。迄是爱弄足大难的。伊家己的车，应该嘛有代志吼。伊家己的车应该嘛是会有迄个。哇！以早就开足侪钱，所以是已经修理足侪摆的意思。安尼，你要换新车，你敢有想到？就是你敢有先想好你要找啥物牌子的，啥物品牌的？敢有先想过啊？敢有啥物目标？还是其实这可能嘛是爱甲厝内的人做定决定啊。要无要买，所以就是我都驶车就对。你毋是讲你是爱驶车转去厝呢？搁爱上课，所以你可能搁爱转去学校。安尼你敢会赴？你敢会赴转去学校啊？对，顶摆是请义团来甲我斗出声，无毋对哦。大家敢有笑念义团的声？若准有，嘛是会当甲伊请出来啦。若是大家真正对我遮尔啊气嫌，无啦，我白讲啦。有机车就有够。我嘛是干那会晓骑机车方便。好，无要转去啊。安尼你过年就无要转去啊？好啦，嘛无法度，较无方便吼。较介意做你的声的意思。好，无要紧，拢安尼。
好，后摆就请助理出来。哦，后摆好，以后逐摆算即个 game， 咱就请助理。哦，恁就无需要关心，嘿，无要紧。奇怪，我想要炸这个啊对啦，行路啦。哦，游戏好啊，游戏好啊，我知影，你毋免安尼甲我处罚，我已经知影，我已经知影我毋对，我袂黑白讲话啊。一、两、三、四、五，对，真正是游戏，拜托，游戏好啊。伊看起来上用吼，使准咯。对，我已经毋知影是咧处罚啥啊，我感觉我互游戏处罚着。对，安尼过去明仔载要上课，你是要安怎赶转去啊？我知影你的意思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讲，你的车其实嘛无驶到厝，就先迄个，就先我了解啊。我头拄仔是安怎会听无？我有够讲，大家敢有听着我停水的声？我咧停水，就是，安尼就是拢无转去啦，无定咧驶车。陆心好啊，陆心你头拄仔听讲你头拄仔加做冠生是毋？啥物意思？做介意冠生你嘛免安尼好无？你搁想看觅？对，安尼才对。哈，淡淡的声是啥啦？以为好啊，以为。OK，你的爱如潮水的声。我已经毋知影你讲的老司机是倒一种啊。你头拄咧讲啥物淡淡的声音吼？我已经无确定你是啥物意思啊！拜托救命！无我起这要创啥？我无需要这呢。已经你看啦，互大家起甲头脑无清楚啊！开始怪罪大家啊！安尼食袂饱呢，嗨，真嗨！对啦，其实过去足单纯的，过去甲其他的观众朋友甲有一寡观众朋友比起来，已经是足单纯袂黑白讲话的迄种啊。我都毋讲是啥物人我都毋讲是啥物人，逐摆咯。对啊，安尼大家会枵死为着莫互大家枵死咱来抽着迄个好，抽着金蕉毋过咱即摆有一个动物朋友咱先甲这个朋友变做食物，伊敢有吧？Fishing spot。OK， 你毋是人，你是鱼。你讲的无毋对。小等咱遮嘛要掠鱼。小等咱嘛即摆嘛当咧烘鱼啊你会使加入。我总会感觉我讲话甲有声开始有声啊！救命！对，救命！伊嘛定咧讲救命。我是安怎我前几工仔食早顿的时阵，我点迄个做啥？鱼的肉夹，迄嘛应该迄就是迄做啥？或者迄嘛是鱿鱼，伊真正是用煎的，迄好食。我毋知影我是安怎要讲这。
可能就是游戏，互我雄想着吼，这袂当怪我吼。嘿，你讲甲你拆食落吧是迄个 ，OK，这就是我律心对伊的面线嘛是安尼好无？这都是代理人对信众表达迄个爱的方式，好无？安尼大家有了解无？哦，我嘛已经毋知影我到底咧讲啥，反正就是安尼。救命！救命 ！Oh my god！ 好，原底要创啥？起床裤，对，起床裤。我就是安尼对待我的变身。无吼，是安怎单律心的？等下材料是啥？奇怪啊，毋免插头呢？毋免插头。我甲律心拢是一款啦，无吼，是安怎单律心甲我的迄个 fan name 拢是食物啊？这嘛无法度好无？fan name 是食物，就会发生即种代志啊！这嘛毋是阮挑过伊的，好无？我开始咧辩解啊。Hannibal 就是迄个，叫做啥？人魔，就是迄个电影内底啊，会杀人，不对，会食人吧？会食人吧？迄个算是怪人啦，应该当算是怪人。嘿，对，就是安尼。哇，游戏你看麦吼 ，Mercury 对我的爱吼。Mercury 对我的爱吼，若准我爱食人，伊就会替我斗掠。游戏你无够迄个，无啦，我袂食，我袂食人，我袂食人。游戏你是啥物意思？你是讲我无够缘投，所以迄个会使，我袂使。哈？还是你是讲律心无够古水，无够水，所以律心才袂使食人？哈？我会甲律心讲，我嘛毋免甲伊讲，反正伊就伫开讲室。救命！今仔日，咱开即个台，到底？今仔日咱开即个台，就是咧黑白讲话。真正是黑白讲诶！我无要甲恁食去吼，恁毋免烦恼，好无？Oh my god！ 哈，你会使接受单律心食人？好，我真特毋知影爱讲啥。嘛毋是咧食错啊，是安怎？就是好，OK， 无要紧。律心即马咧公开征求迄个想要互伊食诶人啊吼，会使报名。想要互律心食去诶，即马会使开始报名。好，咱需要做者仓库，佮需要啥？我嘛毋知。即摆开始找无人生诶目标啊！好，来起一寡会使趁钱诶。比论讲，我知影游戏是，我知影游戏是我诶管理员啊。你是管理员足久诶，已经足久诶代志啊。无要紧。大家有迄个信用诶自由啦，无要紧啦。
下夜想要互就心食去，想要互就心食去，安尼，好，好，游戏足大心的，哦，我爱食猪肉面，你会甲我斗买，感谢感谢，甲伊骗子收转来，毋免啦，毋免啦，无要紧。天灰暗暗，天灰平安。哦，莫看五星的台，看我的台，也是已经结束啊。送会甲送掠去煮汤。迄个，多谢天灰，我新的好姊妹啊伴，绿心，我甲绿心跋落去水底，吼，我甲绿心跋落去水底，天灰讲会救我，绿心你敢有听到？哦，你伫天灰心中的地位，是毋是已经不保啊？哦，伊当结束。鱼肉好食，鱼肉好食，沙目鱼偌好食呢？你敢无食过沙目鱼汤？是安怎鱼肉无甲面线做伙食？敢有人安尼食的？我哪会无看过？天灰，迄已经足老啊！虽然我应该比你搁较老，毋过我感觉练武术，这阵代志已经足老啊！毋过无要紧，你是我的好姊妹啊伴，所以无要紧。毋过我甲著心相拍嘛，拍袂赢。对啊，著心的哭的迄个声，哦，真正是。哦，鹿港遐有海产面线哦，安尼有机会再来试看觅。我真正无食过，我真正毋知影有即项的，我真正毋知影有，歹势拍的，我真正毋知影有即项物件呢。好，我来听阿叔的话吼，看有啥物，迄叫做啥？看有啥物目标会使做。好，要做掠鱼的咸井。你嘛无食过？安尼敢有信众朋友有食过？若种好食，会使找朋友去食。雄开始宣传朋友的代志。Fish trap， 我需要石头甲线，好线，安尼请狗来斗相共。Stone 嘛有，等下就爱抽一个 fishing spot。好，了解。鱼肉暗暗，安尼等即马开讲室内底有2块鱼肉通食。哦，好，来。哇，天灰嘛爱食鱼肉，恁爱细字啊？2位细字。我今仔日敢有特别欢喜？我感觉我今仔日话真正足济，我嘛毋知影是安怎。我都够话。游戏你是好无紧，游戏你即摆是咧创啥？开始分大家食。暂停一下，我对袂调。无啊，好，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可能今仔日困较饱啦，早顿嘛有食较饱，就心情就会较好。过去对鱼肉有无好诶？敢是有啥物？敢是过去有发生啥物？
互鱼肉拍过，还是安怎？无奈对鱼有迄个鱼翅。对呢，其实冠生嘛较无咧食鱼，因为我做无爱经迄个鱼翅总麻烦的，有影。毋过沙巴鱼好食。哇，游戏是安怎？有够恐怖！哈，精灵嘛有毒，是安怎会有人知影精灵有毒？是有人咧食精灵哦。我知影有控肉精灵啦，迄应该都会食一。毋过是安怎要食？是安怎要食游戏精灵？这是要创啥？食游戏补游戏的意思呢？食了就足够算是？无人咧测查，你安尼袂使。我头拄仔要起啥？啊 ，fishing啊，不，fish trap。哦，沙西米嘛毋敢食，毋过毋敢食沙西米的人应该是足济，这应该无遐尼啊，无遐尼啊怪异啊！对，毋是讲对，我咧讲啥？我毋是讲你袂晓算，我是讲，我的意思是，对，哎哟，迄个海产应该拢爱煮好烧才会当食着无？海产较危险吼。天灰，我毋是迄个意思啦。我无即个意思，好无？毋过食天花就会甲我唱歌对无？姊妹啊伴减一个，救命！安尼我有无限的鱼会使了，安尼袂歹呢。毋过需要放食物落去，安尼真少。鱼会食真少，啥嘢卖？你爱先救就是。我害啊我。我做无简单才有朋友的呢，开始无朋友啊是安怎？安尼真少无共的食物会钓着无共的鱼啊，所以真少就会使钓着游鱼的意思。原来是安尼，一定是安尼对无？好，请你来拍即只鱼。哇，魔法师用魔法拍鱼，轻轻松松吼。这是小蛋要食的。哇！这来食不慎哦。哇！游戏要用惯性来钓，安尼我就真正爱落落去水底啊！安尼就爱请天花来甲我救哦。多谢天花。伊比一般的较肥，有两块肉。好，来煮肉。来个钓。会使安尼连续，安尼袂歹。安尼咱看卖海大会使钓啥物货 ？Iron bar stone， 所以佮较济仓库，应该毋免遮济啦。其实毋免遮济。什么意思？天花，你敢会为着要食游戏，就放杀惯性，就直接
放惯性，互游戏食去。哇！过去要来内报看你哦，是要去看因敢是有迄个演唱会点？阿叔在讲啥？救命！阿叔在讲啥？啥物做？对啊，对啊，对啊，阿叔。好，无要紧，游戏无要紧，拢安尼。我爱跋落去水底，才会得到你。哦，天花敢若是存在都有够。啥物货啊？好，无要紧。我即摆想要生产一个会使赶紧生做者钱的系统，所以我需要迄号做装仔甲诶，迄个制作装仔甲诶，迄个物件。毋过熊找无啊 ，Brickyard T 装仔甲插头好。OK， 原来是安尼。天花，这毋就是迄个电鱼落演的迄个传说。看到你上水，看到你伤水啊，就沉落安尼。哦，你有讲，我无读到迄句。OK， 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好，安尼好，多谢我的即个新的姊妹仔伴，遮尔甲我讲话。哦，袂记你爱洗身躯，好，安尼你先去洗，毋通甲啥物陈如心共款。吼，毋通甲陈如心共款，家己无洗身躯，佮爱假做家己是别人。伫第三个人的节目顶面，讲啥物人无洗身躯，大家毋通学，好无？哦，好，安尼送要做迄个丁鱼落演的迄个演，送要做迄只，送会飞。哦，即摆开放报名，大家使报名。呵 Brickyard Brick Iron Bar Wood， 有一只狗。这个人要创啥？好，请伊去测查。哈？啥物叫做维鲁心节？啥物意思？对，即摆的开讲室应该无鸟仔雷。这只有够甜 ，OK， 好，请伊家己面对。食饭。台南鱼一定爱。好。乌丝敢是鸟啊？毋过乌丝若像是迄个日本话牛的意思诶。伊伫 Discord 内底，伊的名后壁有缀一个迄个叫做牛的 emoji， 所以我想讲伊应该是牛。好，游戏豆豆仔说吼，游戏再会。我是毋是起毋对物件？
我现在无去，头拄发生啥物代志？好，我毋知，好，无要紧。安尼应该听一个。嘿，即马有10块啊。抽抽一包。嘿，恁加油。哦 ，lime。第2只狗。哇，安尼狗伤济啊，可能爱抬狗啊。足残忍呢。无啊，还无啊，我即摆会使囥足济物件，安尼无代志。好，安尼过来钓鱼啊。毋是钓鱼，钓鱼啊！过来钓鱼。哒哒啦哒。啊 ，brickyard 有啊，好。好，开始毋知影大家当创啥？对，看任务。Crab。Get a dog， 饲狗，好，都有狗。哦，这是迄个倒数系列咧。哦，这嘛是为着钓鱼的。好，钓看卖。哦，狗仔是原底遐 ，OK， 好，即马好价。会使来一直抽啊！哇，咸姜啊，还有咸姜啊，好。奇怪，狗是毋是愈来愈济？哦，无。毋过遮有肉吼。无整理，开始毋知影啥物物件伫倒位，伫遮。这嘛摕去钓鱼。对，有肉呢。有迄个有金马。奇怪，人咧？哦，人伫遮。奇怪，敢敢若有3个人？哦，对，因为即马无够，所以敢若3个人无毋对。哈，佫有鱼是 boss 哦，佫有即种代志啊。好，先拍即只。哦，出现啊 ，tuna。暗层。啊，刷鱼是 boss，OK， 安尼合理，真合理。好，青鱼。有屎呢，狗嘛会放屎。哦，原来狗是会放屎的。好，石头嘛拢等伫 brickyard 内底好啊。拢甲伊换做钱，这嘛无需要，迄嘛无需要。哦，即摆大家食袂饱，安尼咱抽一寡食物吼。哇，大部分拢袂食一。迄会使留的。无要紧。抬脚啊！会使种。嘿，好，抬一嘛。哦，安尼有一嘛肉。这嘛摕来煮吼，摕来煮。
是毋是应该正经招才对啊？好，交甲老咧，先莫甲伊抬。好，安尼敢若会使继续抽吼。加寡鱼应该是好带啦。好，安尼，咱先甲即包抽好了哦，看内底到底有啥物货。高级的金啊！毋过袂使直接甲卖掉，所以其实无啥物意义。哦，一罐酒。这敢袂使？会使。啥物鱼会食酒啊？到底是啥物鱼会食酒啊？好，无要紧，钓看卖就知咯。会对呢，狗真正愈来愈济呢。好。哦，好，咱来种金蕉。这内底到底拢有啥 ？OK， 各种的食物。哦，真正不止遐济。好啦，搁抬一只。哦，3块肉，袂歹。真正有足侪无共的鱼呢。哦，足侪屎的啦，4个拢是屎。现在我都适合算这，我都爱算这种有牌仔的呀。食饭咯，食饭咯。哇！我即摆物件足济。牌仔足适合我，我嘛是安尼感觉，嘿，我真正足爱算牌啊，所以对，我是好姊妹啊，真了解我呢。哦，佮有即种物件哦，会使甲鱼关起来，这这麻雀敢有算一种牌啊？咱以后会使来拍麻雀啊。若无就是我甲你教嘛是会使，咱就会使。对，我即摆嘛是好姊妹啊，为什么你袂记得呢？啥号做你嘛袂？哦，麻雀哦，好啊，有机会咱做阵拍麻雀啊。即摆哪像做流行日本的嘛？救命！无，我无即个意思。我无要甲你。Oh no， 减一只狗啊！好，无要紧。敢会输啊？敢拍会赢？累啦，安。现在讲到麻雀，你就来呢。听到要拍麻雀，念起来。会使，做阵拍。死啊，就转去尔。好，无要紧哦。这3个人的牺牲，就牺牲。哦，
就心搁想看卖啦，就心你安尼袂使。啊，恁豆豆拍，我来抽，我抽牌啊，恁豆豆拍。有金蕉树啊呢？啊，恁拍煞未？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哈？你啦袂晓4个人诶，所以你是拢咧拍3个人诶呢？哦，伊送我这呢，伊送我正价，即马正价，来看卖咱，敢卖烫咱原底诶正价。哪像有较厉害呢？咱比较看卖，拢是哦，你拢拍3个人诶麻雀。我叫是通常拢是先2、4个人诶，才拍3个人诶。对，伊即个新衫有够古锥呢，看起来就是迄个伊诶头，伊看起来做像迄个日本迄种有超人，也是有迄个战队，日本迄个战队系列，就是因会拍一寡怪人啊，无啦，迄个 One Punch Man， 迄个一群超人内底嘛有啊。头一个就是迄个金马人、金马怪人、金马怪人，就差不多生做即款吼。好，大家拢穿这好啊，大家恁拢穿这。3个人的麻雀，哪会穿？皮 T 的，大家敢有看到迄顶级？皮比 T 的搁较厉害，什么意思？好，无要紧，反正即摆大家拢是金马人，所以无重要，恁拢敢若会使穿这，好无？对，迄则好看诶。4个人甲3个人诶麻雀倒位无共？来，就先我甲你讲，3个人诶麻雀是3个人咧耍诶，4个人诶麻雀是4个人咧耍诶，是毋是足无共啊？无啦，我会记得3个人诶麻雀会甲其中诶一寡牌仔摕掉，迄个几率就会无共啊。3个人诶麻雀内底，若是要和迄个做啥？清一色会较简单。我敢若知影安尼尔，就安尼。详细我就无了解，我嘛无讲，我嘛袂晓人，嘛需要学一个，要袂学，有机会咱做阵学吼。来，金蕉啊，金蕉，钓鱼，奇怪，鱼池咧，鱼池。啊，对，咱需要迄个吼，水族箱吼。啊，毋过是毋是要无即项物件？这毋是 cooking， 这是迄个，这应该算是 building tank， 无即摆要无即个物件。我今仔日足奇怪呢，我今仔日真正甲平时啊无共对无？可能最近咧要无用煞，可能较无压力，就较欢喜，就变安尼啊。歹势大家，安尼我会歹势啦。世界甲人讲做介意惯性，安尼我会歹势。应该要种这。
多谢天花啦。哦，想看卖，这敢袂使钓鱼袂使？我想讲鱼敢会食屎，啊，原来袂啊，奇怪。啊，毋过真正有一寡鱼会食屎呢。啊，你是咧笑啥？敢是真正有一种鱼叫即个名？我是毋捌听过啊。无叫因来较济石头好啊。来，石头。哦，迄个拍的毋是鱼哦，是人哦，才会人作差的。我感觉天花讲了有道理呢，讲了有道理，就是嘛对吼，袂当互因食屎。毋过，毋过毋是讲迄个喷拢会摕去饲猪。咱食猪肉的时阵嘛，无感觉家己咧食喷啊，所以其实是毋是标准佫无共啊，对吧？这个问题是毋是足趣味啊？无趣味。继续钓鱼，哇！即摆就是。鱼钓起来就死啊！嘛对啊，这我袂记你摕去烘，这要过期啊，这要过期啊，要过期的先烘。即摆有够无用，哇！大家拢咧无用。好，安尼准拄煞。好，无要紧，回伫因食会饱。好啦，即两地会使卖啊，无需要啊。搞对，毋过，我爱先。有人去采收我的金蕉，好，道理来，请你甲我收金蕉，安尼才会当有搁较济猴，煞来抽这，搁是猴，遮济猴，好，来，有猴啊！遮济物件拢四界乌白，迄个要过期啊！物件要过期啊！要过期的物件，咱就摕来钓鱼。哇！这个岛屿的迄个食物实在做无卫生呢。鱼拢是用要过期的物件来钓的。啥物有做我是米狗王？啥物意思？好，我是米狗王。你讲我是，我就是好吧 ？Oh my god！ 米狗王即马有几只狗咧？非得足侪只。真正足侪。
来算看卖吼，来暂停。查我耳朵，无啦，一两，这毋是三，我会使，我会使甲伊刷位，三只尔哦，安尼嘛无介济，三只够啦，三只够。啊，我感觉我若是抽牌仔包，应该阁会抽着。哦，我毋知影我是安怎，甲狗足有缘呢？哦，内底有 coin， 嘛有 shell， 两种无共的迄个，无，这毋是狗，我叫是狗。好，咱即马有金蕉，就会使请狗来甲咱斗相共。来，大家看清楚，大家看，狗会来甲咱斗相共。来，刷去。哇，天花的意思敢是讲家己甲狗差不多？你敢是即个意思？莫安尼讲家己好无？莫安尼啦，狗敢会当穿衫？袂使，嘛对啦。哪有狗咧穿衫的？有啊。哇，大家拢是足愿意斗相共。好啦，咱看卖，阁有啥物人生的目标吼 ？Build a greenhouse， 对呢。敢会有新的迄个？应该会使炸一寡新的建筑转去对无？毋过 greenhouse 要毋知影安怎起？好，姊妹花就是爱互相斗相共。咱真正会使组织一个姊妹啊合作会，看到底具体要创啥，会使去讨论。或者就是互相斗相共，确实嘛袂歹。好，想看卖今晚要创啥？想无？继续抽，敢会使继续抽吼。哦 ，lime。佫是狗，哪会遮济狗？有够济，继续烘。OK， 最近唱歌查甫的部分拢等互我唱。对，我的价值就伫遮，这就是我上主要的价值。嘛对啦，会使啦。天花嘛想要找我唱歌，想无我遮尔受欢迎。好啊，毋知影大家想要唱啥物歌，咱会使则去约看蕾拉甲天花有啥物想要唱的歌，咱会使好，真正爱开一个迄个姊妹啊会迄个群组啊，小等就来处理吼。奇怪，我迄钓鱼的所在伫倒位，我煞袂记着。好，我想看卖，我最近拢咧唱啥物啊？伫遮，这其实就是粪扫桶啦。要过期的拢等互鱼仔食，这就甲摕喷去饲猪是共款的概念。恁看，安尼就有海产啊。我即摆做一装仔角会使卖啊！我又搁好嘢啊！今年一定会好过，今年一定会好过。巴拉巴拉巴巴巴，今年一定会好过。好歹势，两位敢有想要唱即条？两位敢是想要唱即种的？这敢是新年歌？
我无确定，毋过这应该是詹雅文老师的歌，我无确定敢是为着过年来写的，毋过迄主题有符合，应该是，大家都当做新年歌好啊。安尼毋知影各位信众朋友吼，敢有我的声适合 L.A 的歌？其实我知影，毋过。迄可能爱付钱，无啦，无L 的歌哦，对啦，迄毋是新歌啦，迄即条算旧，无毋对，即条算旧。哇，游戏毋对呢，游戏毋对呢，游戏你搁想看卖哦？哇，卡油成功啊！我安尼讲就互我钱啊！哦，多谢大家。哈，威风堂堂哦！安尼大家敢知影？钓着一只鱼哦！讲即个话题阿选就出来啊，啥物意思？Sandstone 无需要 ，Lime OK。头拄仔讲到对啊，威风堂堂，大家敢知影？迄个应该足侪人知影威风堂堂，毋过其实佫有一条，就是敢会当算是甲伊一组的，叫做虎视眈眈。大家敢知影虎视眈眈？迄条其实嘛真 L 伊的，迄条其实我嘛真喜欢，我感觉迄条嘛足好听。所以对啊，可能会使考虑迄条。恁敢有个？恁敢有要做？就袂晓讲话。恁敢有要做伙唱？牌仔伤济，我竟然嘛有即工哦。好，先来等本色，大家小等吼。等本色，紧来倒本色。Goop 是啥？好，小等来看。哇，本数够济！大家拢知影即条歌哦，我叫是即条，较无人知影呢。原来大家拢知影，哇，大家拢真变态。Pirate Boat， 哇 ，Pirate Boat， 海贼。哈？是安怎？我会对家己的声有即种认知，因为我知影无啊，因为我足知影家己足缘投，嘛足水，声嘛足好听，嘛足温柔足大心，这其实我拢知影。毋过因为我是一个谦虚的人，所以平常时我袂甲大家讲。毋过其实我是知影的，嘿，安尼敢有回答到阿选的问题？我到底在讲啥？救命！我感觉可能，来抽牌啊！啥物叫做偷偷来？啥物意思？听起来有够奇怪。惯性拢偷偷来。历届无跳通知，好，拢安尼啊！哇，甚至连我的批筒内底嘛无跳通知，安尼我爱家己去后台看的。我的批筒嘛无通知，哈？无，姊妹会无讲一开始就爱唱即种的啦，无。哦，原来是还袂立志，甲我惊死！我想讲，历届甲咱的钱食去，安尼袂使。哦，叫海贼来啊！我无注意到海贼来啊！等，啥物意思？好，我先回应即个游戏的愿望。好，希望俊杰唱迄个《疑心暗鬼》。
我毋知影这敢是文昌的管理的范围吼。啊，多谢天花50箍，多谢天花50箍。嘿，直播敢有跳通？直播无跳通知？啊，毋过我的批筒有跳通知，多谢天花，多谢天花。嘿，好，游戏讲的迄个想要听俊杰唱疑心暗鬼，好，我问我头家伊敢会当转达，啊，毋过我毋知影，迄敢是文昌咧管的，啊，毋过我嘛问看觅，嘿，我会甲你问看觅，好，啊，所以即马付钱的意思是，我爱念面唱，敢是即个意思？付钱的意思就是我即马爱唱即2条。啊，毋过我自己，我自己可能袂使。无要紧，我好，无大家拣一条好啊。我即马随开投票。唱到哦，等我学好。我嘛会当即马唱绕开的，嘛是会使。安尼敢会破坏大家对我的印象？还是其实嘛无即种物件，我嘛已经无形象啊。对呢，请你啦，甲我教就好啊。阿选的新愿望是后排，后排要百分比，想要脱离90%，脱离90%，所以是迄个 PR 的意思嘛？你想要 PR 超过90%，哦，安尼算是真硬斗，啊，毋过好，我会请头家甲你保庇，嘿，好，我开投票，唱倒一条？头一个是微风，甲 PR 无共款 ，OK， 所以PR 是讲你超过偌济人嘛？啊，毋过后排，游戏是啥物意思？游戏是咧讲我老对无？无要紧，我都老，确实。对，大家祝福阿酸后排。好，我数学无好，我毋知影2个差伫咧倒位。好是淡，好，请大家投票。啊，毋过我无准备伴奏，所以我若是即马随要唱，我就我无发出去啊。无，安尼有啊，好，大家会使投票啊。啊，毋过我若是即马念伊要唱，我无伴奏吼，所以可能就对，直接清唱。我是会使啦。即马拍拄平哦，50，加油啊！即马惯性的运命就伫恁的手中啊。即马看起来，哎呀，即马是威风咚咚哦，较迄个较领先，安尼，好，我会使开始找迄个伴奏啊，找互家己听的啦。啊，我应该先找歌词才对吼。好，找歌词。我到底敢会晓咧？我真正会歹势啊！毋过我准备差不多。游戏投毋对啊！无法度吼，起手无回，袂赴啊！即摆到底发生啥物代志 ？Mercury， 我甲你讲，就是有人讲我的声听起来足适合唱一寡较 L 的歌啊，比如讲
威风堂堂，也是我家己较介意虎视眈眈，嘿啊，对，我著收钱唱歌。我著讲，这应该爱付钱才会当听，啊，结果天花好姊妹啊，天花著直接付钱啊，我著无法度。我敢若会使唱歌，互大家欢喜啦。对。OK，P2 是数字愈大愈好，百分比是愈少愈好。好，安尼阿选加油，我会叫头家甲你，甲你加注意。哦，好啦。哦哇，游戏敢有平安？游戏爱写字呢？哇！即两条其实差迄个投票的迄个人差无介济哦。游戏即马佫会当伫开讲小讲话，安尼应该是有平安吼，应该有吼，应该有吼。请你报一下平安，无我会烦恼。啊，好，无代志啊，爱我的心无代志，安尼身体敢有勇敢，身体敢有要紧，这较重要。哦，我有感受到你的爱，所以即部分我较无烦恼。对，这可能差，对，数学真好，算足紧，差一票无毋对。好啦，安尼今仔日就来唱威风堂堂，亲像，直接亲像。時には時には簡単にして痛みを覚えさせて溢れる液体でを過来一摆救命過来一摆哦時には簡単にして痛みを覚えさせて我这唱两句就开始做会落去的，是啥物意思？毋过多谢你甲我学了，好，安尼我继续。Oh my god！ 这速度，伊若是唱伤慢，伊若是唱伤慢，就无迄个感觉。毋过若是唱伤紧吼，我就会对袂调，所以，对，游戏讲了对吼。即摆我有一个同事吼，我逐工可能拢会拄着。毋过伊拢无伫庙里，毋过新消是一个，毋知影是啥物团体啊？我已经毋知影新消是一个啥物款的团体啊。Oh my god！OK，時には簡単にして痛みを覚えさせて溢れる液体でよしてよ全部。足の先からずっと合わせたその神経はもう感触に溺れる体心をずれて指くわいた釜の中押して逃れそういらないすべてはいらない磨きがけてる邪魔なプライム意識に無意識無意味 OK Oh no 绕開做绕開いらないすべてはいらない磨きかけてる邪魔なプライム意味な世界のドゥドゥくらい無駄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隠しているあなたのスタイルむき出しにあるがままじゃそこに生まれるのは期待外れなんかじゃないただきのスマイル吐息を合わせた愛情耳に吹かれる感情破裂しそうな胸騒ぎ出す細胞磨かけてる哇已經唔知是伫倒位啊健康教育，Ruby 雄出現啦！Ruby 暗安 ，Ruby 恭喜你下班。我即馬雄開始唱即條因為有人等錢互我
无唱袂使，啊，毋过唱甲做斗气的，所以我即马伊即个歌词真正是伊即个歌词真正是做会落去呢。啊，新写一个教育团体，好，我想办法继续。对，骑车的细致回得即条歌，你等下会使去补档。救命！歌词真正是，哎呦！会啦，我应该会唱足侪摆，因为唱甲有够闹气，唱甲哩啦，所以会唱足侪摆吼。啥物叫做歌词做符合惯性？啥物意思？我伫恁的心目中，原来我伫恁的心目中是一个做会落去的人，敢是即个意思？我甲家己用较大的，才有即种，安尼才有徛伫舞台，安尼才有徛伫舞台的感觉，好无？是哦，伊是 L.E 的 game 的歌哦，这我毋知呢，这我真正原底毋知。啊，多谢你来学的，我会发音，讲日语的发音的意思呢，就是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啊。其实我日语嘛袂晓讲，所以天花啥物意思？啥物叫做足大？好，我继续唱。OK。头拄仔唱到对，毋知，好，安尼就为头前搁来一摆吼。遠くには感ざりして痛みを覚えさせて溢れる期待でよしてよ全部足の先からずっと合わせたその神経はもう感触に溺れる体心をずれて指くわえた我慢の中押して逃れそういらないすべてはいらない磨き上げてる邪魔なプライ無意味な世界のルールくらい無駄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隠しているあなたのスタイルむき出しに得るがままだそこに生まれるのは期待外れなんかじゃないいただきのスマイル吐息を合わせたいしょ耳に吹きかける感情破裂しそうな胸騒ぎ出す細胞这是了啦マギカだって这是要用念的嘛下次優しくさ好袂晓跳一段歹勢いらないすべてはいらないおじけづいた野望のトライ満足なんてそのにない目に見える哀れな未来思い出売りにできるライフ手にできるかは穴出したい隠したりなんかはしない誰よりも誇らしげにできるまいほらこの世界の中コーナーには好啦讲实在有机会就真正来好好练习一下好啊这真正练起来才来幸福大家吼这50这50块真正有超值吼有超值所以会使加互我一寡50块好无多谢大家宜选暗安你来的时阵我其实已经准备要关啊歹势不过你会使补档今仔日上精彩的部分可能就是头拄仔的10分钟到20分钟就是因为收钱吼所以必须爱唱一条
威风堂堂，所以无要紧，天花，多谢你的50箍啊！希望迄个在场的各位见者有份，大家若是愿意，会使，大家拢会使加互我一罐50箍。好啦，讲笑啦，就是家己嘛是爱食互饱穿互烧吼，先照顾家己吼，才来趁钱吼，惯性。好，今仔日真正做欢喜，今仔日毋知影是安怎，讲到有够欢喜的，所以安尼咱就来点名吼，咱来点名，安尼来甲大家讲晚安，好，阿杰去困啊，无甲伊讲着晚安，害啊，补讲一下，阿杰晚安，好，天花晚安，夏夜晚安，陆心晚安，游鱼晚安 ，Mercury 晚安，阿酸晚安，阿苏晚安，Layla 晚安，伊璇晚安，过客晚安。Ruby 晚安 ，YU 晚安 ，Hiba 晚安。对，迄个历届会抽一寡钱，所以若是想要一届互我较济，嘛会使。进前有人，进前有人甲送，就是进前庙讲有甲咱讲，有人伫迄个超商值50箍。超商会抽32箍，所以上尾敢若有剩18箍是送到迄个咱遮吼，所以大家会使做一摆等较济。毋过这其实无重要，就是大家有即个心意吼，咱阮3个代理人拢足感动的。嘿，好，多谢大家。夏夜问讲，昨是毋是拍鬼的上尾？对，昨拍鬼。完全就是拍了啊！虽然敢若第一个结局尔，就是第一章甲第二章拢有2个结局，毋过我拢敢若通过迄个第一个结局，毋过因为有信众朋友佮有推荐其他看起来足趣味的 game 互我，所以我拍鬼可能就袂佮继续说，我应该就会来。算迄个其他的，嘛是其他有剧情的游戏，对，所以有机会会使去补，以后应该袂阁有拍鬼啊，除非伊阁出迄个第3章的时阵，伊阁出一个第3章的时阵，可能就会来算啊，好，安尼咱今仔日的海信就到遮哦，多谢大家来看冠生伫倒数的即个掠鱼掠2点钟，唱歌上尾唱歌。20分钟上精彩。好啦，好，多谢大家今仔日来。咱后摆见面就是礼拜迄个新年新希望迄个出台，大家会使来。好，安尼大家再会哦。大家拜拜。就先要讲啥，你会使讲，毋过。我准备要关直播啊！好，大家再会，拜拜。